我叫阿 Ben， 而家係 Adecco 嘅 Billing Executive。我天生右眼係完全失明，而左眼只係正常嘅大約40%視力。一開始咧，我係經 HKSB 就業組揾工嘅，咁啱就遇到 Adecco 成立咗 Inclusion Team， 咁因而成功就加入咗 Adecco 工作嘅。Adecco Inclusion 成立嘅目的咧係希望推廣共融就業。我哋期盼唔同嘅群體，包括但唔限於單親家庭、少數族裔、殘疾人士、銀齡人士，都能夠擁有合適嘅工作，創造更美好嘅將來。Adecco Inclusion 擔當橋樑嘅角色，同 NGO 合作，介紹唔同能力嘅人士去到 Adecco， 成為推動、協調同埋支援嘅角色。我哋仲會將共融就業推廣俾客戶，希望可以將我哋學到嘅經驗同客戶分享，一齊建立一個多元共融、互相尊重嘅職場。我期望各行各業都可以好似 Adecco 一樣，能夠獲得管理層嘅支持，同埋以實際行動去實踐多元共融。Adecco 係一間瑞士嘅跨國大公司嚟嘅，其實工作模式同我之前做中小企係好唔同嘅。咁但係好感激啦，公司亦都俾機會我，咁同事亦都好 helpful， 好樂意幫忙。咁所以我嘅工作其實好快就上到手嘅。5年前有位單親媽媽為咗照顧2位小朋友，逼住辭咗佢份全職嘅工作。但後嚟因為經濟壓力越嚟越大，同時其實佢又擔心自己同呢個社會脫節。呢個時候 Adecco 嘅職涯教練透過優勢評估，幫佢揾到自己嘅強項，佢嘅信心逐步提升，最後仲成功揾到一份全職工作添。而家佢唔止可以更加好咁樣掌控生活，對未來都多咗份安全感同埋盼望。我好感激 Adecco 俾呢個機會我亦都好幸運可以喺一間咁支持多元共融文化嘅國際大企業入面工作。我而家其實只係想做好呢份工，證明就算有障礙都好，我嘅工作能力絕對唔會比人差。殘疾嘅僱員一樣可以發揮所長，展現優秀嘅一面。我哋相信人人生而平等，同埋天生我材必有用。無論你咩背景、身心狀況或者係社會地位有幾唔同，都一樣值得被重視。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學習同埋發揮所長。